呀，各位聽眾，我哋歡迎咱到對來邊咱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我嚟歡迎我兩個老鳥嚟教我諗下學字典，唔是下條字典歡迎。Hello，字典，什麼數？頂住我講啊，講 hello 了咩？我係希望直頭講會講 bright 嘅 topic 啊，唔記得 bright month 啊。哦，OK。แล้ว按照嚟講，我一點兩講佢嗱 Ken 啊，同埋我啲度啊，英國中啊，哇，冇估啊，แล้วรู้嚟講啊ใช่ ，OK，誒，咱做 special 嘅，即係บอกกัน人啊 ，OK。真正估冇講啊嘛，定係是哦，冇即係講句啦 ，OK，咱講啊，你啊，但我講笑，我講，誒，咱講了打波，我講阿婆叫字典，人講哈魯 out 啊。我講到 out 了，我知道冇得點。怎麼解 OK 啊，就咁嚟啊！隔一個有另外一個特別嘉賓就是英國調歡迎，英國調。大家好。แล้วก็有加個歡迎，大家好。แล้วก็蘑菇歡迎。大家好，無頭毛。policy。แล้วก็有大粒頭歡迎。歡迎。大粒頭你頭毛嚇？我未記啊。我家爹爹成個 GI 啊呢，你是阿莫蛋頭。low maintenance 啊。OK， 當今嘛，即係唔是講頭毛嚟啦。我咪講 hairstyle。毛㗎了 hairstyle。假頭毛，頭毛係興，我成頭毛係興，做電頭毛啦。你話無頭毛按怎講？點解你頭毛按怎講？你咪是看你用緊做係 wax 係 polish 你頭。不，唔係，我講我按怎 damage 人嘅頭毛先。OK， 你是按怎 damage 人嘅頭毛 ？OK。嗱，你都冇學我當。知咁樣當我係頭毛，我唔可以當。做咩事？你咪當你做咩事？咪當你毛？應該，唔是，應該你弟弟已經買一 set 嘅迄個幫頭毛嘅 gadget 可以嘛？哦，我講下咧，伊無啲土掉了麼？唔是啦，唔是幫頭毛，是你 hot curl 嚟啊！你 curl 你冇開裝？係你 ceramic colors 啦。啊！你哋先嚟用話。袂使，你要用我就見袂使用我就我係頭毛，我無好講。我會頭毛亂㗎了而。我無試算可能當嘅 ，OK？你識佢哋係毛？你再揸個毛係，你都貼一配是伊，你看伊 silk 啊，都是伊毛嚟揸個。嚟你講，無毛人成功。對。嚟夾頭毛。我八日照應咁黏人嘅頭毛。等陣，即是你無毛咧，你靠印度人有毛嚇。特別即係 chewing gum 黏人頭毛啊，是佢見啦冇乜做過嘢啦。你使夾變咗 butter 係咪咩？你 chewing gum 係攞件事未起來哦。係變咗 butter。你隻頭你頭毛條 chewing gum 咪是？我冇發聽，冇啲。聽未記得講話。你講話覺得一地啊？係咪數啊？你 WiFi 冇夠呀？係咯，成時冇夠。佢講當然未啱，咁樣講。嚇！你頭整嘅就冇鬼浪咯。嚇！佢講係咪頭毛聽冇到冷鬆？冇我講你係變咗 butter，你頭毛掉轉咁掉是拍架。有呀，有效啊！等我隨講呀。有影係咩？冇喎，你我掉一頭。轉咁黏緊嘅變咗 butter try 好難看。我用過。係咯，黏性。我頭毛，我特別加頭毛啊！一加了有一坑掉頭毛好平。嚇加一坑咯，我冇是加人嘅一坑。要加成咗解啊！你試哦。WD-40 呢？peanut butter 呢？WD-40 To remove chewing gum without damaging the hair, Dr. Mirirani recommends the following.
Find a jar of creamy style peanut butter or vegetable oil such as olive oil. Cover the gum completely with peanut butter or oil using your fingers or an old toothbrush. Wait a few minutes to allow product to work. OK，所以一個 doctor 贏不要緊，嗰一個袂贏了誒，有一種嘅 Super brush。 glue? No， 有一種嘅 brush，伊本是用頭毛嘅啦，一種嘅 brush。แล้วนั่งเซอีแล้วไอ้กุลงเลยมาจีจ้องเลย Round brush แล้วว่าจีเท่าเราพี่อะไรได้อีกแล้วเท่าเวชุดก็กุ้ยหอย啫唔是嘅條垃圾係頭毛哎呀咪臭啲咯กุ้ยหอย冇啦唔是垃圾你唔是食垃圾這是伊嘅 cousin 垃圾冇啦好大下掉啦點你是自己去燒你是自己自己頭雜毛頭毛嘅數係啦就自己去解釋因為冇一定係講我係去kindergarten嘛講我去學車咧講寫頭毛OK 我咪叫佢寫咯แล้วว่า冇嘢係你 brush 啦夾見真轉死咯規支你自己夾到一邊一 brush 面頭出來你做嚟去我嘅情調頭brush 叫我等啊冇啊，問你計價頭毛。Oh my god！一次戳實地去啊！一次戳地去。黑死都有毛。冇毛了啦，連我20嘅時都差唔多嚟了咯。哦，所以你冇毛那個做都按代意思。嚇對，等到我細漢頭毛這樣借 OK。你是上借啦，上借啊是用個了去啊，你毛接。唔知喎，冇個了去喎。一條長一種嘅糖一毛，一種嘅電啊！嗰個糖，你知道有一種嘅糖，嗰條核彈，種嘅核彈，做你嘅有一種嘅，加工餅，唔是啊，我就冇。種嘅會啊，一種美國中啊 I think 是美國中嘅。你走去得咯？嗱，你走去啊嘛，未必什麼啲 call 你。應該掉那邊你帶我單啊？mute 掉啊！我非在做。I think 係啦，你啲看下。你 iPhone 嘅 ringtone 啊，就是伊啊。我嗰陣做嘅 hairstylist。嚇，yeah！我成日做嘅事。你去 train， 哦，成日做嘅事。唔是，迄個唔是叫 hairstylist，迄個叫 shampoo girl。冇，我咪叫我等哦。你最頭前我查某學100半年掉嚟啦，我成日揾我啲頭毛正嘅。就對啦。你邊啊？我大半就伊就第我講，我第一路就教你下毛。So，伊邊做嘢夾到，伊半年掉白嚟去啦，明嘛？我實教佢坐喺冇。都快笑咯！所以伊頭毛就等下 end up to show the length。哎呦，你冇掉破啦？แล้ว伊 the worst thing is 嗬，係查某嗬，就是伊 brother 是我 brother best friend 嚟。哦。你話你白人 family 嘅了本嚟。嚇，你就好。แล้ว我咪伊啲咗咪掉去 principal office 咗。嚇。你 principal 對呀，係你夾到話又話講，我想教你頭毛你安怎？你有時候講有啲嗌你咪教。你頭毛係啲啦，我都拍死啊咯。你拍死啊！你條拍我死啊！你有機會人講喎。我有你 principal 嗰啲題目答。冇驚喎！你話冇驚啊？我顧咗隻拍。顧真嘅咩？我細個考嚟拍，特別多重唔夾拍。多住個驚嚇。驚韓國話啲。就是咯。趣味哦！我覺得教佢自己頭毛。嚇，安怎㗎？因為咗係夾到海時係人講夾波嘅。哦，哈，對，真定是。我係傾嘛是夾下毛嘅嘛。啊。你講你要頭毛紮嗰啲嘢就夾到不得叫你嘛夾好咯。嚇。有自己計較嚟搞。你頭毛只教數，所以叫你食波咯啊。嚇！叫我媽你講，叫我媽你嘛。你不老無上嘅頭毛嘅形象，怎樣講下？我覺得不老佢 any 款嘅。哦，你本是邊啊？爹後尾爹啦，特別頭整 soup。嚇頭對 fish cup。現在 AD 寫砍白椒嘅。啊。冇有時間有陣時話你幫
胖菜吧。哦。特別你 always 你做來乜成日你不留長頭毛鬼，你不看細漢小英是不長頭毛。細漢時長頭毛特別去學長是好冇事咯，我頭毛舊嘛，那個錯，你打拍時間慢到4年嗬，佢已經準備多嚟咯。你講頭毛你啲個問咯，所以唔是話係，是話乜都係。特別係時間你頭毛冇拍時間你係留長頭毛呢？唔係啦。因為做我頭毛長頭毛未得閒呢，就你關事啊，你關事啊！我成頭毛尾長頭毛就未得閒呢。頭毛就愛得真啊短或真啊長，伊袂使半長短。係啦，你話殺掉你想你短頭毛，你咪留長頭毛時，你咪 go through 啊，差唔多就係季節，就係你拍看事嘅。嚇！對，佢就嚟一就毛毛菇。唔是我啦，咪啦，唔是我啦，呢啲我好叫啦。呀，係啦，你接嚟未？你放接未？冇啦，唔係可以接啦，接彭勁燒啊！你想接彭勁咩？冇我冇可以接嘅，伊冇等嘅。哦，嗯，你講頭毛，你簡單嘅說係 story。你不要叫你依靠你 brush 嘅 brush 啊。哦，我諗自己計計。驚人哦，你。OK，我們英國中嘅 hairstyle 啦，我頂擺去學是。你嘅小英我看。差不多，我冇啊，我好夾仔我冇，好夾仔。我13歲到15歲啊，我參加巴黎吉那聽 rock music，聽 heavy metal 嘅 music 嘅。所以人細人嘅頭毛真係長嘅，搞到這邊嘅。哇！你有電咯？然後佢切頭殼嘅啊，聽。有電嘅，有本冇？冇，我冇本咩啦，切頭毛。แล้วท่านว่าเบต้าหันตึงถามหมอแล้วว่าถามหมอตัวเบจินยาเต้ลูกควา你話一刀佢老長頭毛呢，直接表啲句呢啦。係啦，細漢時啦，我 teenager 時聽 heavy metal 嘅 music。就係諗老佢長頭毛，佢毛毛菇把老長頭毛個 before 20回事。你免就啲香港話。before 20回事啦。冇，我覺得 mushroom 咩呢？哦，你看啊。做 Petra 啊！我俾看小英啊，毛毛菇好我看看你頭毛。我愛去吹，當然多。定住是你記講你hand 在一個 something 到底你頭時，我是看到你有毛咯。你 hoodie 有毛誒。Actually 我去學是我直直想睇啊，是我老外頭毛長啊，是 because 我第一件80嘅 hairstyle 啦，80年嘅是 hairstyle 㗎แล้ว你想啊㗎แล้ว嘢 pop group 嘅 hairstyle 啦，哎喲成個亂嘅咧，我第一件。安怎啊？安怎係80 Spandau Ballet。Depeche Mode， 你去吹啊！Depeche Mode 嚇，แล้ว第一參嘅是 Flock of Seagulls，你話做英國中講一個話我唔捌聽過，真係久了。嚇，真亂嘅咧，是唔是？我係爸講，是唔是成個亂咧？我係爸講嘅啦。哎呀，我講啊，這句話嚇是我係媽講嘅，我唔捌聽過。我係爸半講嘅。我冇聽過。你講你看你變成個亂嘅咧。係啦，係咪嚟？成個爛嘅嚇。嚇。啲頭毛仔。tapi 啊，古早我人細漢聽咧，我人 repeat 嘅時就拍。喲，即個冇甩個嘢咧。哎呀，mullet 是第一參嘅，我第一件是 mullet 本。mullet 是個 redneck 嘅。Oh my god！ 這是叫做 flat top。即係現在拖咗啲頭啊 ！flat top 冇得。即係現在 Bruman。你隨後揾看 80是頭毛啦。哇！這裡阿咗應該做緊頭毛嘅。得啦，哦，這正嘅。可能是 Mohawk 啊，唔係 Mohican，就係你是 Mohican，Mohawk 是爹。Mohawk 嗰是爹。啊 ，Mohawk 是爹。我一啲咧。人 David Beckham。哇，and 到咯 ，David Beckham 嘅，笑。冇嘢，這裡啊，這是古仔。
多謝。哦，哈哈哈哈哈哈！哎呦，等下我看英國中你嘅 80哦，OK，我吹。英國中佢真留下呢嚇 ，Steven Tyler。我冇見得水噶成個意啦。水係啥呢？化咗都老啲講。80s hairstyles men's。伊咧成白卡呢？嗬，你看伊頭。你歹看。伊成白卡都學冰過來。你問講過 ，OK，你講過我只係 hairstyle 咯。那即成白卡。我 hairstyle。我不教佢只字幕上嘅，我聽到是中小二時小二時就 traditional，我是咁樣四個禮拜咁樣啦，四個了是水那個禮拜咁樣，然後去中學嘅時候要對咧 Leslie Cheung 嘅時候，張國榮啊，個虎背，阿 boy，嚇，有個做呢咧。伊中午嘅啊，八中午咧是那個呢安尼無知唔知呢？你安尼邊個就掃到對有咯，安尼好，正個呢先起一粒啊，我個曉吹啊，呢一邊起，有時一邊個就壓到對啊呢，一邊個尖到對去外口呢，你後尾做後尾嘅，我 passport 嘅時候應該，我 passport 嘅時候應該呢。呀，John 看。所以四人鬼。哦，那這咪是上個之前嘅頭毛咯，咪上個這點咯。Come back to it。話解，唔是上個這點啦，你自己講嘅。我唔差你食。我哋 Donald Trump，佢 Donald Trump。Donald Trump 頭毛上個一地班長龜啲面前。一下一地班長龜係bomb爆炸。歹看咯。你就係 Donald Trump 就是美國嘅什麼 value 咯。對。好線啊！講，有冇個潮咧？係學飛會背嘢啊！這是80什麼啊？哈，你看。這水嗎？這看？水啊。啊。這個 badger 係卡吹。OK，你毛毛菇咧嚟講，你頭毛你冇上 hairstyle 過，定到時 mushroom。唔係隨我啦，冇啦，冇 hairstyle。哦，我有 hairstyle，明明家己冇得了嘛。แล้วนั่งขี่กับแง่ไอ้นั่งขี่ทะเลกาทามอเตียม有下面除了老夫子個下面就是個迄個尺好你看 hairstyle 咧你ขี่甲迄個查某講我愛這個頭改甲咯我講伊講你都別甲你頭你都無毛你都別甲我講我愛這個你是講你去買一罐油啊？去講買藥鋪，藥鋪嘅。我咧上個這邊有人嘅呢咯，一人倒頭毛咯。倒嘅啊 ？Weave？ 唔係啦 ，weave 啦，唔係啦，二零四看了，哇！一人嘅，一人 glue， 一人接。make it longer。真正水啊，當今你 actually 愛下，因為做成個，伊是 glue 落去特別。係 temporary 啦，伊成個伊使黏佢嗱，即一個月嘅時候估。哇！你冇被穿褲。我喺度看，我捌看過。我去隨 YouTube 嚟看，你讓別人講先，別人講，我別人頭毛，我去隨人看。แล้ว我有一個 K 字咯，伊有頭毛真係長嘅。OK， 伊頭毛會長到腳喙會靠嘅。แล้ว伊無愛甲頭毛，但是細漢啊。แล้ว我大擺真係去伊嘅厝，因為伊住阿搭厝嘅，當回來厝啦。แล้ว樣去 toilet 哦，都愛去行落去外口放曬嘅咧哦。無 attach 啦，無 attach แล้ว有一暝是伊講我放假啦去厝大咧，講陪伊去放曬啦，我講OK 啦，試試行嘛，嗰陣時我也去落隻白去咯，對伊去，了 OK 我唔是燒嘅頭毛，我無燒嘅頭毛 ，OK 我無燒嘅頭毛，伊就去內邊哭了，伊直放，了紅響唔知係咪樹，係咪聲，一定是有迄個
迄個咩叫咩啊毛生啊，嗰時物件 whatever animal 是頭頂白白啦，嚇，咧伊就驚，你知哦，然後伊行咁走出來了，然後係咪做？無緊啊，行啦，伊驚講有垃圾物件啦，我唔是講垃圾物件嚇，然後對講，然後我突然對掉伊阿妹嗬，按照味掉臭西味啫喲，伊唔是無切卡川咯，喲，伊頭毛嗰條西，嗰啲咯，我假如講伊黏，哎喲 ，my goodness。哎呀，我睇到對家接觸咧，我咧個看到，哎喲，伊細條，伊頭毛一條，哇，夠啊響啊！你發單係咪？你講你要去夾頭毛店時，講啦，你要邊 hairstyle 啦？我俾你過曬嘅，係咪真等嘅？我家去夾全坑嘅，過曬。麻煩啊！我除掉落。係咯，即係你話第是跟他講頭殼頭毛啊，是不？嚇 hairstyle 呢？跟他講頭殼頭毛，對。別使講。白位講過啊嘛，一啲見到講過啊冇啊是。講過了啊。你見學到 chance 嘅一擺啦。等陣我看到毛先，你看到只看哦。看到，攏看到我背啊。YouTube 嘅。看到。嚇？你只看大波啦，你看伊個。係啦，特別伊這是假，圖片特別正，佢哋就 realistic 嘅伊圖片。假啊！嚇，你看，可能你看伊做一道伊 process 時，你就看到。嗱，伊只係冇？哦，哎呦，看到。我唔識做。這是咁落去啊？嚇，咁落去啦。嗱，你看到。伊個小豬是規地走入嘅。哦，伊只 strong 嘅。strong 嘅只講。誒，毛估你講咩？我未 imagine 講我有頭毛到底是安怎款嘅咯。毛估你當見 vision 會看到嘅檢個，成個惡玩呢，你會看到。等於啲聲。John，你會看到當見我放嘅啫，還是？嚇，啲聲條。嚇，阿咪應該大粒頭。有大人伊人無用glue 嘅，伊人填落去伊。你無想，你是 implant 嚟。implant，嗰是填落去伊嘅 scalp。係啦，即係我驚是係咪啊？伊頭殼會破啊，都被衝開了。係咯，我冇時很想。你會幫伊安尼看咗久 I think about 1 month 我成個時。哎呦，1 month 啊，我未穿開啊，白啊。I think 會啦，伊樣就是伊真好，你看到就哇。我人唔是呢咋？毛哥你看到？我行路，還是你不要行路，拎落去看。啊，你先你啊。別做你看啊！我成個你那是做你看，你成個 living a lie 你看啊！我別做啊！我那是頭毛綠啊！我根本冇搭起啊！喲，我別咯，I think 我不去 Thank you。OK，Thank you，英國你看 Donald Trump 嘅頭毛，你看，咪得一條嘅。等我行你我行好毛菇。感謝英國點 support 我。哦。不，啊！你攞頭毛啊？仲哈，對。特別我頭毛90係冇啦，90 early 90時我都17、8歲嘛，90 17、8歲我咪是對咯。誒，真係毛菇，我叫你得咯嚇，我特買喂。這邊。上本啊，我叫我特地迄個女嘅 hang out。啊 ，Leonardo，得咯 ，Leonardo DiCaprio。哦，伊個細漢，我本白呢頭毛鬼。你人捌看，人應該看到我只節目上嘅頭毛鬼啦 ，Facebook 嘅。你應該做啲話就。未，人捌看過我長頭毛嘅時候，唔捌啊！頂我讀 college 嘅時候，我頭毛長啊差一邊。上嘅。shoulder length，我特別除，哎呀，我正覺真小英，啷講，我除這位。無白白妹啊？無呢等。Ah my god！我除掉了。Okay，so
So 我有你，你睇下人看 ，college is the Oh my god！因為我嘅細漢了咯。你知該知啊。我係自古呀，伊是 artist 嚟。啊。係咪咪講？我個吹得出嚟啊！好笑。被看到，免叮當。係是擼啊！你叫做等你做冇等？佢同我介。我嘅，我只是做小嘅。你是日淡布攏係落去一屆。哈。我頭毛 actually 是較長嘅，然後嗱我即當見即寫呢，即平常時我行我 cultural show 嘅時。係啊。等陣我即個無即個小鼓無夠。嚇！即個咧。你點解你無掛目鏡啊有。Oh my god! Oh my god! 你看我 baby 嘅聲音。Yeah，有焦焦嘅哦。咩焦焦？係啦，冇啦 ，baby 小英嘛。哦，冇啦，冇，你細漢啦。哦，係嗱，你看到，你看到膀胱嘅話。啊。你看到我頭毛呢啦，即係我講嘅啊。我講聽，你看我試下，我 feel 到我自己隻背啊，是我當見看起來成個隻山了。係啦。我真係成個我隻背啊，定到。你看我隻山了，當見我那是到對起我嚟位是嚇？喺出面嘅。出面啊？我講你係隻狗。哈，是兩邊。嗱，我一名做mini pincher。mini pincher 對，隻怪啊！我有咩做娃娃？喂，等頭毛，人講聲我去吹。做事誒。唔知係咩事啊？但是毛毛骨位啦。唔是啦，我困了頭殼點點啊。你做咩樣掉落啊？係啦，落應該點。啊。嗱，講啦，講頭殼啊，差唔多全啲啦。Oh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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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嘛 ？Oh my god！我嘅身也是，哎呦，我嚟試下，我特別當我試一個人嘅身，我講啲。你看。嚟，阿俾100蚊買。對哦。嗯。俾100蚊。你看到山哇！我頭髮呢都看 hairstyle 喺度，當見看個派看，頂到看是啦，實嘅。你算都冇洗頭毛。嗱，安尼係興啊！佢做咩洗頭毛？洗咧，肯定。餅都冇洗。有啲洗呢。有呀。啊哈！我看頂到我見毛個，吹。有我唔知有只。20幾年冇買塔西啊咯，較型哦，較型。係咯，變嗰個學人插一個塔西，其實等於是插一個塔西啲 pocket 裏頭，冇攤買啦。你就買shampoo冇啦？shampoo 有買啦，冇買啊，條河馬都拍啊。你洗係咪？你用 shampoo 係洗咪？洗薄薄。我後尾個毛嘛，下骹個毛嘛。我特別我 first year college 時個有頭毛長咋。我全部我係 first year college 時候。有我 college 時我都冇毛啦咯。嚇，毛骨啊？伊可以貴啊，都夾一包切到呀 ，spray detergent。成日啦，未使，即係講不剃過了咧，成日啦。剃啊，成日啦。哈，我袂使剃甲貴嘅，剃甲貴咧哈，伊毛坑哈，伊幫助伊嘅 skin 哈咧，伊成個哈。I think like ingrown hair 啦。袂使剃貴。應該你剃嘅時，你對剃伊嘅 green direction 呢？
你去 wrong direction 啊，一路跌到英國係。哦，就是咯，大擺掉咯，掉咧，哇，架帶架你行人哦。當佢 actually 你講話去你頭殼可以無毛，有一個 special type 嘅 shaver for 頭殼嘅，唔是 the normal shaver 你剃鬚嘅 shaver，你無用係咧，你用無相。無啊，去學人剃嘅，去學媽媽剃嘅，你是上會掉。這點來看。哦。係嘅。這點來看，除掉啊。對啊。啊，再。喂。我把那個 screen 要換咗，你一個綁咗，你可以在頭毛喺度。等陣，我呢個條嗰個聲嘅條。哇，咁久冇看，即係嗱 win， 你看我頂到冇見冷嘅 winter， 你看 snow 啊，停掉 short 出去。係啊。冇咩看到綁。佢啦，冇講隻凳。我成日覺得黑白影嘅凳。冇呢凳。我被打喊嘅時候OK， 查某頭毛時。我真正喜歡看，我真正喜歡看一種查某嘅頭毛。安怎啊？新加坡girl。Oh my god！Oh my god！嗱，你看，即嘅 fabulous 嘅頭毛。哎呀，我頭毛比較只舊時，我等頭毛時成曬呢，呢。係咪新加坡 hair girl 係咪 ？SQ 嘅 girl 啦。哦，白起來就頭鬃。嚇，頭整咧胖胖嘅咧，係咪？啊，我人叫頭頂一塊咖喱包，後尾一粒包。哦。我頂到我甲我姊做，我姊教應該是伊食到，伊無老天時，我甲我姊做嘅頭毛咯。我是做晒新加坡嚟頭整嘅咧，一邊嘅咧胖起來咧，是後尾一粒斑。嚇，等，快啲食。嚇？哦，嚇，健毛。我更加冇人對錯啊！做咩事？你這是 blonde 嚟嘅喎。你當劍咪是有淡薄劍咩？冇啊！這是 totally blonde。你條錯。配粒頭。這個就係 bleach 啦。我擺落去你好然後，我你擺去你學對。你笑呢？自己眼看。冇我慢慢話你嘅數。แล้วจะ好แล้วไม่เขียสิวะแล้วรู้จะเท่านี้ว่าทำอะไรกูจ๊ะอังสิว่าทำอะไรนี่จะเสียเลยอังสิแช่สิบ้านนี้กูเหรอโอ้น่าจะใช่你老母呢句啊？但我就是啦，哦，聽知講去看卜嘅，但我未記佢講我嘅故事。嗱，我喺度看我老嘅時，小英，我老嘅時，一講你 hairstyle 10年冇變嘅嚇。有啊，我冇變。頂到本時嚇長嘅嚇。頂到長特別短嘛？有泵啦，蓬啦。老嘅。有時我出家咯，有時。夠老。有泵。這個手尾啫。泵零嘅，一下你泵真正巧嘅，然後好啦。因為我是種拗。然後有時有 fringe，有時冇 fringe。哦，我想你我就話，假如時嚇長跌，一跌落嚟。我係頭毛真係少跌嘅。你家己頭毛有 Q 啊？有淡薄，但係我未做啲，我做啲就愛吹 every day。哦，你都被 straighten 呀？就是佢自己嘅時，毛菇講，因俾何我就是俾佢哋 straightener 嘛。哦。伊俾佢哋 straightener 嗬，然後伊來夾一個湯啊 ，curling tongs 啊 ，so 伊來 together 嘛。so 你俾 straighten 啊好，你俾做何伊橋啊好，伊有啦。應該點？嚇？
哦，你第四度个伊？啊1999時哦，我快小英個 printer，我無蝦米暑假伊，伊只只伊上 conservative 好哇？係啦，你未講啦 ，for the time 是伊算 OK 淡薄咯。Yeah，你 even 都邊個係你 the last 即係 before 即係。我無插伊人個了，伊人我無插 conservative 係蝦米？你嘛是對在對啊唔對？嚇 Yes，對。 You should be able to tell right from wrong。我到底 because 我只係穿個伊人了啦，我無插嘅啦。even 一個人家人嘅部分。當佢呢度睡咗真正。Actually，講個 book among the three, I think the current one is so far the current one is the best. Before course 啦，of course 伊較 liberal 啦，but 伊本是無。啊，會噶啦，特別 take time 啦。對 take 後面 time。後面 take time。Because either something is 對 or 一定唔對。伊講呢個真係next 把你 topic 啊，把你 topic。袂使，講人先條同課啊，袂使啊，較好名啊，我都知叫人先名講啊。較好名 ，OK， 講到啲頭毛，查某嘅頭毛唔是干那加長加短呢，佮有伊長嘅是個會白啊，嚇，個會 Q 個會電啊，แล้ว食啊個無相嘅講法。如果 bread 伊，如果做生粿，個會寫咧生粿係咩啊？生粿杯樽。啊，你會做macam-macam咯。你有變啊？嚇古早是有啦，我古早做工嘅時，大概我本是係生粿，啊無我係什麼 ？because 熱嘛。那潛起嘅了。啊，了。你接落來要長頭毛呀？冇啊，我細漢嘅時我戴頭毛嘅。安怎戴？戴啦，搭膊頭。無搭膊頭本 ，but 戴咯，成個。到魚啊，免過魚啊，淡薄呢。啊，安尼可能無講搭膊頭啦，但係那戴啦，I mean for 查某 is 戴啦。哈。你知古早嘅馬真正嚴嘅啊，伊無事甲查某，I mean 無是講查某，無事甲我人 spend on hair。無事甲咩 ？spend 點聲 on。哦。伊講伊 always 講一句話，是太赤，唔是去愛。特別安尼款講嘅，唔知叫咩愛水啊？啊，唔是愛水頭毛啦。所以我講個人的 moment 啊，伊未當着我嘅時，我就互我頭毛長，甲唔是長呀。啊，那長頭毛嘅人來啊，長頭毛嘅人 finally 長頭毛嘅人來啊。是人。開車啊！哦 ，OK。開車，I think 你聽到我講到頭毛係很是背來。嗨，回家。嚇！你哋個你對嚟啊？嚇，你去 club 對嚟啊？我看到你嘛，我 track 到你，我知你去咧咕咕叫 club， 但係上地咕咕叫 club。冇啦，我去插卜卜。就是咧，咕咕叫 club 唔是講咩落水嘅，就咩？但係人講咩啊？起水。搶水係咪水啊？大媽明落水，不，你頭毛啊？你幾時紮留長頭毛？你頭髒學落長，頭髒學，放落來看落長，哇長咯！你看，你是頭無解嚇，一頭。冇你加嘛？來，我看你加。你hairstyle 像個 Red Indian 嘅呢，像個一邊咩咁像，一邊。比個人。你想下動力火車搭波。哈，對咯。500。你參清啊？還是你到啲中國嘅時有看我條你什麼苗族啊？什麼？我參。嚇？我參。你參咩？參咩清？幾年啊？學勁參海林。海南精。
特別伊個款啊，你面的淡薄上加迄個啊楊麗花嘅整，後面是有蓮花，有蓮花住住啦，有蓮花住住啦。楊麗花咧就一班你只水嘅面淡薄阿莫邊咧，喺台灣做戲啦，係啦，台灣有蓮花，冇啦，有蓮花是後面話嚟，楊麗花是人嘅名嚟。It's a name of an actress. 啊，一聲做有名做 Chinese 梨花， opera 啊，做 Chinese opera 伊做 Chinese opera, but 伊 Chinese opera is in a videotape 對。誒，即係阿 John 齋係你名為便便，後面數你齋嘅名多兩頭，喂，起碼有看嘛？你起碼有看起呀，碼係 fan 啊！哈，我起碼係 fan。有你 secret 就班嘅嘅 fan。OK，等我面對對這啲啊，哎呦，唔是，咁滯，開車。嗯，啊，出你真有你話，本啷個時代，啊！你頭毛，你幾時？你頂到頭前時，未使留長頭毛啊？嗰陣時，差唔多就唔是條條何先生假頭毛，你接落來不是暑假留長頭毛呀？我覺得都是讀冊時何先生假嘛，然後畢業嗰日咪留咯。即係陣時未使留，時就人家愛留啦。一到I notice 咱家了啊，留長頭毛啊，去 college 點先 college 對 exam 對對， school 嘅點先無留。我去 school 嚟點先我留，我去 college 時我留。because 在咩事哦？你會使留嘛？我諗到啲馬來你識未使？呀，of course，你識未留誒？你點識搞？依嚟隻喺度假嘅。開車，插嘅啊，你講下你細漢時你頭毛是做長啊，特別掉，後生世界。如果細漢時我唔出嚟人哋假啲教嘅，可能頭毛嘅。真係靠頭毛成啫。都是假好啊，弟弟咯，假弟弟。生字啊，卡嘅哦。你 after that 佢喺 school 我去 college 時啊，我嗰佬白白啲讀冊時度。日留。啊，嗰佬白白留咯。哦。留我哋做咧未當咧，我哋留我留個馬路咯。你直頭 college 去到大家當劍是長頭毛啊？對。哇！你唔是有新聞咧留特別型嘅，係呢種時留長頭毛，你咪去插伊啊？你咪加。after 營業嗰啊 ，because 我講都等咗你白嘛，你我拍橋嘛，拍橋都18幾一個營嘅嘛。哈。如果咧留陣時更可嘛。你半等啲呢當嘅。所以你當劍等嘅時就頭嘅熟起來啊，無數啊。啊！我18幾做嘛個營嘅嘛。啊！你特別你頭整就等，你 Q 嚟看你頭整就等。頭整唔是啲啊？係啦，一啲咪看，一啲把你 episode。哇，等哦！這是幾個做嘅？幾個？Ringu，上個 Ringu。แล้วรู้做 man 版，你冇做 man 版，白起這邊嘅嘢，白起整嘅咧這邊嘅咧，國政嘅人嘅啊。啊冇。誒，你這邊啊，後尾嘅提嘅啦，而家攞出對面啦，當然 man 版興嘛，然後這邊嘅索住錯正。你北卡趕啊？北卡你北卡趕啊？北卡趕起正，卡這邊嘅。嚇？索個起卡趕嘅這邊。卡起你成個頭嘅你後背嘅頂面。你一扭啊，冇面摸咧。黑滾個。我冇成日起夠到你廿盞嘅，可能冇特別冇嘅。做上街做半都係 samurai。啊 ，samurai 對 samurai。乜水？黑滾個冇夠滾。得看。滾喺後邊，滾喺冇摸咧。琴日好冇摸咧。這邊，把卡起來這邊。好了。長跑個邊啊都。Actually，可憐啊，人無 Bengali 嘅人，呢人特別老嘅頭毛剪質等嘅。呢人未使加啦。未使加。個辣椒未加嘛。誒，水。變真係水就開車，哎呦 hot。你講到bằng咖喱頭，我講你聽，古早我人細漢佚佗咖喱堆喎。嚇！你佚佗叫bằng咖喱打波。邊啊！我看開車。較懸個。
一講冰嘅。咪菇啊，嚇，冇毛咧，冇毛咧。一講兩，我你看冇蘑菇。你解。喂，OK，再講再講。冇蘑菇都去食攞苗。哇，去食啦，OK，好食。因為有雞皮有肚多。肚皮肚多。肚皮就有。肚多咧，唔是肚多肚混槍有。等你食。到位。對那個炒落去。歪去。等到對咗。邊咧？我 most places 我知嘅，明記。到位。你邊plaza。點啊 ？Cold storage。哦，俾劍虎啊位啊，俾嗰啲虎位啊，俾劍虎位啊。啊，你冇啊，個幫是虎點啊？哦。我睇就啊，哈。我唔係見過。正好。伊炒粿條啊，俾滿好食嘅。伊這裡食出名是福建麵，這裡。係啦，福建麵只刀嘅嘛。啊，到時講刀我唔愛食。你講係你 Burma Road it used to 白虎嘅樣。嚇。last time 是。伊ice kacang 後邊真係好食。ice kacang。哦，無，唔是 ice kacang 能夠搬去伊個學個 centre。啊，你我學個 centre 啦，有啦。啊，迄個是你我係啊。全世界。對。喂，昂仔去問我講 ，OK， what is your topic today? Ghosts and food？ 你問我。啊，所以白鹿啦。啊，後面 topic 唔是 food 嚟。都是啊 ，ghosts and food 係咪話？當人就是講食爾咯。我阿妹就是講鬼。我都是講棒咯。棒啥咩？棒西。哦，棒西看大條，早起我棒個真嘅咯。咱就是把棒西棒甲上濟個伊個針慢滿去哦。啊，我白。金配。金配棒滿。金配無得這人講金配。大粒頭冇驚金配啊！梗係闖起來。特登講嘢冇地，佢講嘢嘛。對啦，你金配起來是聲什麼啊？一得，冇啦，冇得金配樓上借西。安尼金配聲，金配起來啊！誒，講得對，係嘛？特別講咪講，毛菇毛。冇啦。英國當。不，再講你邦加利。再講嚇，邦加利咪是伊朗頭毛正長嘅咯，對。大波是雜波們上。大波，咧伊大波頭毛長呀，伊咪是白一個乾的啲點面嘅時候。佢呀係一個 colour 嘅波。對，塑掉啦咯。所以我切到咖喱堆咯，對。然後切頭咧，咪是要燒嘢先啊，燒到嘢係咧。乾得。乾得。一隻啊，一跪落去拜我人。哦，幾仙。誒，伊頭毛未使互人當。secret 咧嚇。未使互人當，伊當邊好愛拜我人咋。喲。Oh my god。係點先是我人條青鏡，咪屬於跪落去好咧拜。伊弟弟喺邊弟拜講，你咪當我頭開西，你咪當我頭。Oh my god。但係頭毛未使互人當嘅。問下你頭毛弟貴弟長咯。是咯。未使教，未使互人當。你啷捌邦加利朋友？我捌。邦加利特別食人豆嘅嗬，毛菇。喲啊，水咯，伊目睭。毛菇。古巴人講邦加利細漢是拍緊落嘅嘛，又。嚇？所以拍hockey。咧，大漢咧拍 rugby。大漢是拍 rugby，我大粒去啊。細漢是細粒去唔知。係啦。細包變大包去。誒，伊 actually 伊頭毛唔是，頂到我想講伊大漢咧，伊大粒特別，伊那 turban 啊，我當然冇個在講兩情。
唔是當金啊，大漢咧小白仔講，伊 actually 伊特別是包我同事把你講我講，伊講伊媽特別係你果醬，伊 Q 佢唔知就等啊，然後個嚟包，然後頭起來只隻嘢咧，特別伊唔是講，我聽到時我是想講，我一大漢咧嚇，伊冇借起啊，所以伊包較大包，特別伊頭冇伊等是等，特別冇成個伊特別係大粒。特別未上叫咩啊？嚇，咩？伊未上叫咩安叫？小冇，唔是講咧眼甲冇咁怪啦。伊是講你包眼伊一粒，你看嘛？所以人無特大隻洗頭毛咯。我那冇咧等。我未考你 start 上就近 call 啫。我看咧特別當今就係 modern 咧，那個少年咧嚇，有時穿衣裏面嘅伊成個伊是 stocking 嘅，可能冇包伊個口本 modern 啦少年。特別係你包少 status 嘅咋？哦，特別 official 樣 formal wedding 啊，係咪嚇？伊度包。平常時嘅是樣安尼穿，特別即係當今乜或者即係色瑪格麗啦，本是加頭毛咧。當今 modern 前一切加了，古早係就冇加。我就當初見到咯，做工當今乜做工嘅。特別伊，你知伊名知嗎？姓嘅嘛？姓。有嚟啦。嗰把不姓。我聽到人講咪古車人姓啊，係咪？嗰把不姓。你講咪笑，古車人姓啊，叫古車人姓我等先生。喂，這是我知道等先生頂變化。古車人不姓啊。我冇咯，我上一時讀冊secondary school 一間呀，然後到做工了，本是500多過了，是間有一間呀。我講我先生，我只做我先生攞嚟啊 ，actually 是十波啦。冇啦，突破啦，輸嘢啦，一個呢。輸一個呢。冇了，冇拄着了，唔知佢啦走去得咯。你冇注意看？有啊，佢啦看名，看 name list 啊。看名燈下水啊！是無咯，樣無情嘅哦。你有咧無？頂陣咧，我看到咧 H&M 嘅位到啲New York 嘅位，特別係啲 England 有啊，誒廣告夠有咧孟加利嘅情伊嘅 suit 你咯，看到廣告。唔知我冇看廣告嘅。我是看 because 我到啲咧 Asian 嘅 news 去看到。即係到啊！孟加利冇人到嘅喎。有本啦，大大嘛是有冇人到嘅，冇有。一隻人到嘅啦。冇啦，孟加利較白啦。冇是啊，依 region 冇上。伊孟加利較白，冇伊後生時個 OK 啦，我同伊說對啦，我 neighbor 是孟加利嚟啦，伊邊落啲真係嚇對。แล้วอีโบเปาปุ่นเนี่ยนะอีโบเปาเอตรงนี้จะเจอ YouTube เว้ยแล้วจะชุบเมีย YouTube แล้วมาสิเปาบังกาลีtapi Bengali ilang community cinta se because yang clannish ya Bengali 唔使教任何別人嘅啊，人哋教到啲 Bengali 嘅。當見冇啦，嗱，佢哋，嗱佢哋，冇啦，係喎，佢哋只要佢。Bengali 族，伊朗。聽到是人係 racist 哦，聽到是你有做咧，Bengali 做，阿拉伯做。阿拉伯族來聽講來，阿拉伯族。阿拉伯族 actually means 啊。唔是 racist 啊，想是嚟 game 啦。哎呀，真係 racist 了啦！嗱，自己就出名嚟 model。Actually, John, Bai means brother 就係。哦。呢唔是派話嚟啊。哦，阿拉伯啊。所以啫。這個是迄個來到底是 Louis 係自己 hijabi hipster hijabi 嘅。呢個 H&M。
係啦，迄隻 name 啦，伊講過 New York City 嘅，我真冇邊年冇。我就引導。OK，咱係德本係水就佢。係啦。即係嗱，當你看 modern 嘅，咪是無呢 serious 啊，無呢節言。嗱，有你看老嘅個節言。啊，一樣嘅較少言。嗱，只個 model 嚟個。哎呀，後面水人特別成超超。伊hair啦 ，everything hair 唔俾使加。伊攏袂加。啊，伊毛個啦俾使加嘅 secret。tapi nasi bokai chiu masih kau kat teng lo so itu yang bokai. Is Q 啦，冇一樣嘅超超啊，樣連咯，搭起來唔是啊？冇人net起來。net 咩？冇連，我看你樣連。哦，這邊嘅 net 咧，我同見。係啊，我這個樣連就樣 from the left to the right 啊，樣連搭起來嘅。你覺得咯嚇，嗰 daylight 嘅話當佢玩啊。嚇，這邊我9點了，你看嗰 daylight 嘅。哇！我等全部阿哥我俾佢借我係學習了。小大咧是最學習啊。係啦。誒 ，OK，個有啊，咱講清茶啊，錄無講加頭毛，你一個做骨加一擺。我一個月。一個月加一擺，一個月加一擺啊！蘑菇，一年兩擺，哦，一年兩擺，好多時講動頭毛好多時呢啦。แล้วลูก蘑菇ลูกกี่กาสิที่ช่วยหลังกา Alex กาแล้วอีกอย่างเลยบฮะน่ะเดียวแซ่ลุยอ่ะโหอ่ะเนี่ยแซ่ลุยแล้วเจ้會車安怎กา一年兩擺，我使啦吹人家係咪？是自己家啊，隨個 friend。哦，一年兩擺少，你想看到就部 low maintenance 啊，一年話加兩擺冇。梗係寫女住佢。你部老等，像個幫個你頭毛咧等。佢幫是冇你家老等頭毛嘛？Actually 啊，我頂到去大澳時，你去看大澳時，我頭毛咧等時，你加頭毛只貴數。US 加頭毛，都係唔你識得加。哈哈。少啦，老長頭毛佢咯。你哋嗰邊加只貴咩？貴話，看你去到嚟加啦。特別你加好，這邊拍地咧，第bằng幾本就會12、3塊、15塊咧，你學碟嘅嚟差唔多20塊。特別係咪你出個貴㗎？嚇，加頭毛學碟嘅啊，有學碟，yes，這邊對學碟嘅。我識得隨個學碟嘅。冇啊，係咪隨機隨個㗎啦？乜就學碟啊？加頭毛隻物件乜就學碟。加頭毛乜就學。No, US, the reason why you hot tip is because the owner of the shop 冇學伊拉 minimum wage 呢。waiter 是waiter 係earning 진짜 minimum 啦。一年 minimum 係2塊幾塊呢，所以伊拉就會 depend on tip 嘅㗎了。伊拉冇 tip 啊，伊拉冇攤類。嚇！我馬來西亞咪攞隔離冇學碟嘅。哦呀，是我唔係學碟嘅喎，對馬來西亞。馬來西亞你學碟學咁咩嘛？學碟冇service 學咗幾 percent？6%。6%？哦，意思我啲價錢係。冇學㗎。馬路啊！你嗰隻嚟啦，你嗰隻做嘅人撈架的馬路啊！係咪嘅？6% 係咩 ？GST 啦。你是碟白人啊？碟白人啊？碟貨咁樣啊？哪碟啊？拿嘟。你話我一個8蚊一個碟，啊對。我驚就係我講死，我對馬來西亞話唔係學碟過。唔啊！哎呦，喂 ，GSD 啊 ，GSD 我係 claim 就對啊。你喂，阿 John 是俾 claim 到對嗬，你出嚟是就去揸呀。哦，去 airport 㗎咋？你去 airport 但係 claim 到對，一隻人咩啊？唔是土路啊，你冇點寫得㗎，哎呀，forget it 啦。哦，你就俾幾隻掉喺其實。你使 before 走嘅時，成乞討。對嘛？你出嚟時baru 個 A 年嘛？你特別貴啊 ，immigration 嘅攤討啊。哦。哦。So
control 啊，look just imagine 啦，一人搞。On one hand，伊講行路，tapi伊做路坎坷。那三我到 Canada 嘅時候，我係使 file online 嘅。我到 Canada 嘅時，我去 Canada 邊邊嘅時，我係使拖嘢嚟到對啊，我係。呢是 VAT。Canada 冇上嘛，這裡是 Malaysia boleh 嘛。誒，等陣我講聽，Satu meletup。Satu Malaysia。啊，嘟全部交得啦，咪亂。แล้วทำไมเคาน์เตอร์รู้ไปช่วยเลยเฮงลุยบุกเคาน์เตอร์ฮะ係啦。ลองใส่กาวอันจ้าว่าจะไป after ว่าเจกุยคี international airport กุยอ่ะหรือ immigration เนี่ยว่าก็ใส่คีโทรีฟันเหรอแล้วลูกหลังตอนที่มาซิวลูกหลังreceipt แล้วหอกาจนใช่ไหมHello หอใช่ไหมหอดูหอใช่ไหม伊朗冇 limit 嘅咩？唔知喎。เรามาจะไป看ว่าตอนนี้伊朗對有 limit 嘅，no way。冇upon arrival 係啦，我嘛是就話教幾時教。OK，你都教了3個月節、2個月節，教見嗰啲人嗰啲好多。哇！你嚟自己1個月加10清嘅物件。等面褲對嚟時候，落去買電器、買厝、買車。嚇！好本啊！你看啊，你翹個了啊，也對去啊，你 trip 冇得掉啊。John，喂，把刀喂了 ，sponsor by Malaysia government 啊！John，我想掉了，John，咱食到位條有 GST 嘅嘛？哦，哈，你會啊，係會啊。嚇！OK，claim 到對，咪出笑。你甚至準前年都係失敗。講笑。我把刀喂 show 啊，每個是 sponsored by。嘟。Satu meletup。你看都唔使做工呀，你近下可以 sponsor 都就好了。是啊，我真把刀對是就兩個字地下股。應該應該掉。係臭牙仔喎，人嘅了。應該掉晒 cream GST。係咪嘅？冇啦，你 cream 啊，咁落啲是 cream。咦，claim 到俾你名啊！我去馬來西亞時，我去 as Malaysian citizen。所以我用我 Malaysia 嘅 passport 嘛。哦。都冇攤 claim。我冇想要 claim 本啊，我都冇俾。係啦。我第一大開始食物件。食物件冇 GST 嘅嚇。有啊。國中。有啊。唔是你冇愛 claim， 唔是你冇 claim， 你朋友嘅咧會你 claim。你help 人。哦。講愛病。係咪叫我冇明白？你 help 人 claim tax refund 嘛？你 help 人 claim 下你朋友嘅啦。tax refund 嘛。你其實講我講我買，特別是你買啦。你講 OK 我你嚟 finance 鐵道嗰個攞你買厝啊，買車啊。冇嘅啦，你人家扣免險你係 GST 啊，你係 GST 把你6%呀，人這邊嘅VAT 啊，20%啊，你知冇？有啦，個冇亂咯，冇攤亂。開車你買車條英國章，等陣呢度起銷啦，你講到即係 income tax 嘅物件呢度起銷啦，等陣。唔是。要 case 喎。冇想 because 啊，這邊嘅20%按照用，係你6%，可能背，個可能俾個俾 A， 個俾 B， 個俾手機啊。一講只掉，你看伊 series 係 booking 啊，乜是booking 嘅 series 啊，幾套啊？是咯，應該哦。嗱，唔是講害數，唔是係6% 嘅數 ，is the principle behind it。你點落喺冇聲意啊？嘣一聲，
冇聲咧，冇聲。冇你是講你要夾一個夾來做 something， 講好似你要緊，你夾下冇 GSD， 去補咯，去補咯。頭毛，夾頭毛 GSD 哦。有啦。夾頭毛 G， 但頭毛冇 GSD 咩？啊，不然。service isn't it？ 嚇。啊，安怎冇 GSD？ 特別我呢成呢就是只大個有啦，嚇。你唔是講你特別你成個啦，係咪5%？ 5%。哦，你一年嘅成年要賺5%，你個條河啦，條。所以你寫你唔是賺，你 sales 大概夠5%，你 sales。Income revenue。呀，唔是你 profit。哦，唔是你 profit，OK，所以你 turnover 啦，所以你是講 turnover，唔是 profit。OK，所以你唔使去大間嘅，你就去咧安迪金邦嘅家冇 GSD。啊，除你孟加利，除毛毛股教了啊，冇 Alex 教唔是我教，Alex 教，啊那毛毛股教我唔知捱咯，依家嘅計上，毛毛股教用你，而家咧你真冇用咁多嘅，冇法用你景你股佢股窿嚟投擲頭毛你是咪擦線嘅？咁佢咕窿 Q 佢啦，跟住等住嗰時你嚇轉緊除嘢出嚟搭到你頭條呢。冇覺得會收一堆嘅計價。OK，會使。又唔通咯，我講你頭毛是對我隻有見啊，我諗唔是講隻水，我對我佢頭毛一部頭毛啦，是我隻榴蓮呢。OK，做，那是講有自己都50歲了，一路行一路。但我 prepare 隻先 ，OK。哎呀，你50歲了，你頭頂一個空氣，你按咗好。我 spray 我擦。我阿妹你講啲仲係啊？嚇，啲仲係。我激死我去夾你果臉啊！有通濟嘛都。一個月一刀嘅咯。我去夾打，我三隻字人在齊，你在產你切。未見到我個碌兩隻兩米落去。誒，我激死我！誒，我頭毛正有見嘅對我嚟講。你頭毛呢隻？我就是驚，我就是直接播嘅時候我就驚。OK。我攞行途徑啦。來了。只夠碌我啲咧，真講。你今日是我係善堂，是嘥，係嘥，係喊。OK，來，再個。OK，來。你 either 無毛嚇，或白毛。白毛啦 ，of course 係你。冇，未使你嘅白毛。白毛 ，anytime。白毛 anytime。你又冇講你毛啊？我不間諗白唔要緊，青唔要緊。是講我就覺得講，我細漢個大漢啊，我頭毛係，我就覺得人，那是講啲人就水啊，講到無毛咧嗬，唔 OK。特別我頭毛是只 ，it's a big part of my look 啊，所以我無咧，我講，我特別過吹嚇，我特別過吹過我。security 我自己嘅即係 confidence 啊，特別過吹過。你做佢啦，就見冇毛咧，嗬，แล้ว你แบบ毛唔ที啊，冇毛咪กู開錢了啦，只個你用啊，嚇你改 compare 開錢了，你係用啊，你看，一個刷，一個牽刷，kidnap 伊了。好ลูกเก่งว่าว่าทีด้วยถามหมอก็สิว่ากว่าด้วยบินสิครั้งทีว่าถามหมอแล้วคอสก็แซนตัวตุ้ยสัมปัดโอเคเดี๋ยวกินไอ้ก็ไหลบายหมอทีว่าบายหมออ่ะทีว่าบายอย่าไป笑โอเค冇不喂หมอ係แซน不要緊ว่า冇也可以笑了嘛都 skin 到 damage 了嘛都未生了啦嚇成個卡仔你看特別哎呦 damage 啊我不要緊啊我係曬 tattoo 不知哦講緊了嗰時ถามหมอ OK ลูก呀我是成個講錄了หมอ係我啊到底我係在講我自己有毛不毛嘅 concept 總係所以我若是講我有直接錄毛啦 I think 啊我會成啊
會去食特別去做隻較 drastic 嘅之類咯，成日黏嘅嘅毛啊，什麼我會去做呢？我真正 honest 我講，但是講我真正時候，我 feel 到我真正我嘅面係真正老啊是 something 啊，我要做 plastic surgery 我們照做嘅，as long as natural 啦，唔做一定嘅拖啦啦嚇。OK 來回車。做你口面條就 cancer 嘅病。Of course 打 chemo。啊。哦，你是講條 chemotherapy 貴嘅，成日都對嘅嘛。我冇插，你 chemo 是到時你是會 OK， 你唔會話命，還是唔會話頭毛 ？Of course 係命啦。啊。你表 John，你愛頭毛還是愛骨膠？骨膠。來，大家來回話 ，one answer， 我對我快 answer， 一人回一個。有啊，哈，快。哈，我直頭，我instinct answer 嘅妹，笑得都妹。鐳哦，骨膠。哦，鐳也是骨膠啊。冇鐳嘅是頭毛。鐳。大媽，獨立頭妹話係咩？鐳哦，骨膠。骨膠。OK， 我背。嚇。ลูกค้ากำวันลูกตัวไม่หลุดหมอลูกค้ากำวันทอกับหลุดหมอสิกูเจ้าหลุดหมอกูเจ้าหลุดหมอ冇人夠嘛？冇人開硬開你。咁樣講個，每個，我得行緊一個เจ้า誒。每個頭邊嘅頭毛誒，你咁愛頭毛是阿咪會啊？小米丟啦！你撳玩 iPhone 還是你係 iPhone？ 頭毛。所以你撳玩買 iPhone。對。哎呦！誒，這 sacrifice 真大，你知唔知？真係。OK。你愛 Bruce 還是愛頭毛 ？Bruce 啦。Because 你冇插我毛一般愛話。我唔所以愛你硬還是愛你骨膠？喲，看可啊，這 Joyce。我係硬。硬啦。Because 我骨膠，我硬做啊，歡喜較濟到佢喂，骨膠做啊歡喜。搞。發下個，我試下這個 game 咯，來，妹。我冇 time process， 我直頭講出來，給我煮來妹咁樣，後尾攞掉，後尾 last two，好像 blanky， 好像未 process。冇佢嚇，頭毛還是你別曬隻邊嘅隻了。哦，看可，頭毛 I think。哦 ，really？ Yeah。哎呦，安怎啊 ？No, I'm very vain. I have not. What? 哎呦，我就是冇刀冇插我特別貪食邊嘅隻咯。我只係看 dress, but I think 我 still big. Ever 你知冇？我知。呀，我知。我講看 choice 特別啊 food 啊，我譬如我頭毛，because I still enjoy 食別項嘅物件 food 個。Yeah. 然後個 last one，冇我。Penang food 還是骨膠？食骨膠？後面就變頭毛嘅，都係頭毛啦。That was a good question too. Good question as well. 食 Penang food 還是食骨骨 ？I think 我會，你是講我會驚到這，還是會 give up 到這裡？你驚死你就 give up 這裡嘛？啊，我驚骨骨膠。我驚佢嚼佢Penang food， it's the same reason 啦 ，because 我是個食法咧，你是別使食骨骨膠，是別使食 anybody 骨骨膠。別使食，我今日驚骨骨膠，我今日驚Penang嘅隻。Oh my god，more than because 這個骨骨膠隻一刀啦，大大骨骨膠咪是像嘅，特別Penang嘅隻大大行是冇像嘅。你邊你食邊咧？你 food 嗰日你唔係食，唔使食啊就。夾夾啊，大大骨骨膠咪是像嘅嘛。你邊個見你使學人食？
你啦，好人食。One is like okay, wait. Sex entirely or Penang food. 你別使你特別拔刀 forever. 如果 sexual desire still there, but 你別使act on it or Penang food. 哎呦，他哋轉咗頭。哇！Because actually 係呢條無 realistic 嘅，你係 sexual desire，你較老嘅時，你睇較無見了嘛。Okay, take that into consideration 啦。But so okay, from even though 你拔刀時較少啦，你當劍氣學你經 Penang food or any 你就拔刀你就有會 think about any sexual thought 呢？嗬，你係咕咕姐學電索呢嚇。有個誒冇啡嘛，我覺得係個關鍵。你但邊隻近做咩開？嘅事呢事啊？你講事呢事啊？但邊隻近開？你隻近開一直講哇！但是 OK，so 但是安尼看呢是我是驚 sex 哦 ，because 成個女我本是會接把你接。呀。OK，阿威一個頭毛哦，頭毛還是頭毛哦咩咧？嚇 OK，你頭毛會配膠 wrinkle 或頭毛？頭毛。頭毛本啊，但係 wrinkle 喎。Yeah, because what? wrinkle 做個 Q 嘅上家。成個落生90歲阿媽喺度。啥沙啤呢？嚇。OK，那是講其實是寫真正 Q 上啊，100歲人咧 Q 咧，了無毛啦，無毛了邊你骨到對我咁樣無毛。那是講是淡薄上啊，淡薄個寫4、5、60歲、7、8歲，你看呢度 OK 啊。那是講我是好像120歲嘅 wrinkle，到底我當然42歲人嘅身軀咧，我就咁樣無毛。呢時我過嚟俾假頭毛豆。OK，唔要緊。你愛食嘅 OK 啦嚇。你愛嘅，還是愛頭毛？頭毛，我愛頭毛。冇。你俾佢講，買嘅你使鬥雞嘅，你使鬥雞嘅。哦，未使鬥雞未使鬥雞嘅 ，OK，未使鬥雞嘅，喂，嘅。哦，你愛嘅啦，OK。 Because OK，我頭先咪講頭毛 tricky 係 important，because tricky 做乜招牌咧？知唔知？伊要食個伊碌嘅。係啦，我是講。冇嘅，佢吹呢嘛？係啦。伊索起。特別你講嘅是別使鬥嘅，未使嚇，未使，你咁你嘅，你係鬥 implant 嘅了。就是別使鬥嘅，但是別使鬥嚟講，別使鬥嚟講，我咁樣有 tricky，and 我感覺到我無毛，甲 compare 嘅我無 tricky 嚟講，我無 tricky，我甲無事教我無 tricky 嘅 look，佢無頭毛嘅 look。哎呦，你直直笑 look 呢？I'm very tricky，你話得係假，你別曉笑卡要緊嘅物件，你無嘅，你若是別鬥嘅，你就別食了咯。你若是無頭毛，你就別死嘅。你別食一項物件嘛？我才啉酒個，你食啲嘅物件，你話得係波，即係無相甲食定嘅物件。對，我是真正。我 because 當今我咱講條是無頭毛嚇，是你無頭毛是即是真正無問題嘅物件啦，無影響你嘅生活嘅物件。特別嚇，當今講條我是講我頭毛是對我 look 是真正要緊嘅，所以我當今嘅 mindset 咧，我是想個 compare look to compare look。哎呦，very vain， but I'm very honest。John。所以你做你 try Photoshop 裏面無頭毛、無喙齒、無白白毛。OK， 但是你學我驚啦，無毛、無喙齒、無白白毛，還是歡喜呢？我咁愛歡喜。Of course 啦。但是講我無，我係 after 我未成講 OK， 我驚歡喜，還是自己照到見，極閃到對你話埋啦。但是講我看到我見，我 feel 個真歡喜，後我咁樣歡喜。
所以你 simple 啫嘛，你袂探摸，我着是歡喜，我有一個叫歡喜。你愛探摸，若是要去大 hospital bahagia。啊，後面是 hospital bahagia。of course 是探摸，啊唔係，of course 是。係咪做嘅？我愛探摸是愛到 hospital bahagia 嘛，就係應景呀，我就是愛探摸。對對，探摸。唔 hospital bahagia 英文歡喜嘛？後面是 hospital bahagia。小人經啊！Tanjung Rambutan。哦。我買Tanjung Rambutan，我買。英文歡喜嘛？你講你袂歡喜嘛？冇歡喜，你自己唔知啊，你唔知頭唔知尾歡喜邊。係你shock sendiri ya。啊，你別揼咧。OK，夠啦，今時啊，你人問我愛頭毛還是愛 tricky 嘅話題，今時啊，你人咧各位聽眾咧，攞到啲咧 comment 嚟去邊咧學見人家網頁以後 comment 看，讓咁問會係咪會有毛還是？但係有每個我 question 有毛還是咕咕叫？今時各位聽眾笑啲啊！啊！希望諗佢到底嚟，我嗰三人聽到佢，一啲一人是大粒頭嚟，唔知同你另外三人唔知是幾人嚟。咁時啊，你嚟收聽，下禮拜個嚟再見過，希望你頭毛有長有短，無毛本好，特別要緊是歡喜啊！毛毛菇，毛毛菇啊！呀，按照你名叫做毛毛菇誒。啊？就是係毛毛菇係變有毛咯。係啦，少啲毛啦。名做成毛菇。你變生菇唔好噶了。毛毛菇，你細漢個大漢，成個我哥呢細漢一隻小人都白毛啊，我哥啊。所以你隻小人如果你都無毛嘛，你有成個 still 當見過小掉成個頭毛物件，是你 already 成個 give up 咧，無去想個把頭毛物件啊當見。我就講20幾年無俾讀書了嘛。所以你無去想，無去想到頭毛物嘢條啦。你就估你個呢啊？你有成個講，哇！當佢只 try 就隨看，即係食 something 啊，佢成到對來啊。無去想到，唔過 try 過了，本筆用你去買過了，本未用啊。我一個朋友啊，挪嚟 actually，伊人到底馬來西亞有一個孟加利 doctor 啊。食唔知咩藥可能食啊，世界借我朋友啊，頭晚我都看到咧 Raymond 講我頭毛邊邊嘅時間伊翕嘅，伊頭毛就電啊就薄啊，咧伊到底係咪你先後去食，當伊頭毛生到對嘛，唔知有影冇影，特別我看啲 result 是正啦，特別我唔知伊食咩物件啊。哎呦，無去想到，買，花機都好。你得先哦，你得先啦。咩物件你得？冇啦，我捌看過伊只人嘛。哦，我只落估嘛。特別唔是會使摘咩？但我冇聽到人講會使摘嘛頭毛嘅。哈，你去 get 打咯，去 get 再慘啲啦。Body feel ，body feel 嚟啲。有，伊摘 transplant。冇，只嘢嘛，唔是咩？我聽到佢隻頭家成啦，特別一部 natural。只貴啊。貴唔知貴，應該是貴。特別一部 natural，一成個 doll 嘅頭毛呢，你看啊，一成個摘一坑一夾都好呢胖啊。你咪看三面嘅，你咪睇哦。你佢哋立落去啦。佢哋立落去啊？啊，依叫 Rosmar 吧是呢，佢哋。因為借鐳表去摘去立落去，中意講嘅意思。即係 Rooney 嘛，就 England 嚟 play 啊 ，Rooney 咪是齋嘛，頭毛。按照 spell 個講我去隨看。Rooney 哦。Rooney。因為頭毛就爹嘛 ，Rooney。對 ，Rooney 啊，爹啊，對。呢個是齋嘛。Rooney，呢是 football player 啊。對 ，England 嘅 football。正地牌嘅波士。嚇。Yeah，只能升地牌嘅波士。Wayne Rooney 嚇。哈，我等你compare 到，我看到。伊人較了解你看你啦，because 伊人小人就談你這類了。我看到。伊人談這類 because 伊人誒。嗱，要 process，要 show 一 step 啊，要 show 要 review 要齋嘅事。
我聽講這是伊是安尼款嗎？伊 sponsor 啊。應該是真貴啦，伊免 sponsor 啦，一禮拜就幾多樣，你先1 million 嘢嚟咗。伊 sponsor 伊咧hair，咪叫咩 hair club 嘅嚇？唔知。我看見哪你看這伊 hair club， 哦，有清茶啊伊。OK， 感謝各位聽眾先啦。我係男朋友俾你，就是只節目啊，只節目係開車咯，今年間攞到，然後大粒啊，我個大粒頭天幕，天路菇嘅大粒頭，個掉個粒頭走咗。我對正啊，然後個有英國中咯，英國中。拜。然後啱咩，然後個有加工。拜拜。加工是和。毛毛菇逼點呢頭毛嘅加工，呢個 hair color 是唔是用加工 color 呀？呢加工一顆那個 color。加工唔是叫講加工 ，grey 佢頭毛冇嘢嘛？哈哈，對我看到，是哦哈，我看到。你來，佢咧冇嘢。你真係加工嘅人到底有一個 meme 到底 internet 有呀？伊是一加工啊，是等人嘅哦，是等人嘅唔知。伊查伊嘅加工到底伊嘅 drill 嘅有知道？哦，這。哈，你要那一加嘅 drill 咧，係咯，你就我們做咯，你就我做嘅事，伊唔知是伊朋友，但是咪 somebody 嘅就 drill 啦。啊，特別做頭毛。你加到 drill， 加到頭毛自己佢 Q 佢戳冇去正。會估啊，會知啊。人哋看了，你會看到咧，伊頭毛咧長呢，就挖伊嘅臉咧，看到是我就講 don't do it。呀，就是冇想到啦，是假 ，maybe unless 是假啦。我係正，特別都講會想到對用嘅。會啦，伊是咪是成間喊搬出來呢？伊都唔是搬到去賠，伊賠佢哋出來都冇想。liu 啦，佢 OK 啊，希望我問加工時去 Q 到來冇嚇。加工話應該加工。感謝各位聽就是啊，聽到啊，希望感謝各位聽就收聽，希望啦 Elevate 到來收聽，變好嘅節目，聽鬼告訴聽眾對嚟咁樣講，伊朋友嘅咧鬼嘅物件真得記，真記你。感謝，拜拜。拜拜。哦，普吉。